真係 Q 咗呀各位，你冇睇錯，我都冇標錯數。平時喺高端超市賣緊800幾，甚至接近1000蚊一盒嘅塔斯曼尼亞車厘子，而家竟然跌到落300蚊有走。你可能會問，係咪啲貨唔掂呀？定係就嗰逢搶過？話你知，全部都係新鮮到不得了，啱啱落飛機嘅頂級紅寶石。今次真係成個果欄都震晒。我喺原榜睇住啲價錢牌，心為呢個世界係咪變咗？如果你仲喺度位緊擺唔擺智利貨，我勸你快啲睇完呢段片，因為原來有款塔斯曼尼亞牌子，竟然蘋果智利車厘子，唔睇清楚真係濕大底。講到車厘子，香港人一向都有種情結，尤其係對塔斯曼尼亞 Tasmania 呢個名，簡直係高品質嘅代名詞。點解？因為嗰度地理位置獨特，扭吹南緯42度左右，空氣清新到攞獎，水質又純正，種出嚟嘅車厘子粒粒都好似乒乓波咁大，口感爽脆，甜到爆表。以前我哋去果欄擺，見到個金袋或者個紙佛，手都會抖一抖，心為呢忽嘢成800幾蚊，食一粒都幾十蚊，真係要留返大時大節先敢擺。但係今年個市道真係驚天動地，我前2晚凌晨2點幾，親自踩入油麻地果欄，幫大家探下路。點知一入到去，發現成個氣氛都唔同晒。呢度就係我哋男人嘅浪漫啦。其知唔知咩叫男人們嘅浪漫？唔係淨係得豆腐火腩飯，而係喺呢個凌晨2、3點，當成個香港都瞓晒覺嘅時候，我哋呢班過粉喺油麻地啲窄巷入面穿梭，睇住啲貨車進進出出，聽住啲搬運大哥大聲吆喝，嗰種生命力同埋重寶嘅感覺，真係得男人先會明。以前去果欄係要同人逼，而家去果欄係要同人創。點解要創？因為啲價錢平到你不堪入目呀！我喺南邊見到一堆堆度都高1高嘅紅盒，一問價錢，我以為自己聽錯，個老細話300蚊油走，攞去啦。我仲特登問多句，係咪搬盒呀？佢話成盒2公斤呀哥仔，我嗰下真係耐咗。你要知塔斯曼尼亞車厘子以往就算係特價，最少都要400-500蚊，而家竟然跌到落200幾300蚊，呢個跌幅簡直係要斬再要斬。點解會咁平？我同幾個熟口熟面嘅欄主傾過，原來今年塔斯曼尼亞嗰邊大豐收，加上物流供應鏈終於全面開復，啲貨一轉一轉咁送入嚟香港，量多到不得了。而且最關鍵係今年嘅產仔同智利車厘仔撞到正一正。智利車厘仔一向行大眾化路線，靠量多價平攞市佔，但係今年塔斯曼尼亞啲質素好到不得了，為咗要喺試裝闖翻啲客。佢哋啲大牌子都不得不放下身段，搞到個價錢直插水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要認住幾個尖皮牌子。以前我哋講緊金代 Red Fruit 係車厘子界嘅內馬仕，一盒32毫米或者34毫米嘅，齊米要成1000蚊。但係今年我發現有一個以前被忽略嘅牌子，質素完全唔輸俾金代，但係價錢竟然仲平過智利嗰啲廢位頂級車厘子。呢個牌子個名我就唔喺度賣稿供啦。但係你只要去到果欄，見到個盒面印住個紅寶石圖案，或者標榜係43度南嗰類，你就要留神啦。呢啲牌子嘅車厘子，粒粒都係深雜色，肉質厚到好似食緊牛扒咁，咬落去嗰種卜一聲嘅脆度，真係會令人上湧。好多街坊都瘋傳緊一個夜遊果欄味吉，果味升擺到最低最靚嘅貨，千祈唔好綁還去，綁還嗰啲係零售價，係俾啲收工盡便擺生果嘅人。真正嘅男人浪漫係要凌晨1點之後，嗰陣時大貨啱啱到，啲批發商開始出貨俾零售商。如果你呢個時候入去，見到啲搬運大哥心情好，或者見到某啲欄口仲有剩幾箱，你情如可以用驚天動地嘅批發價執到寶。我尋晚就見到個阿叔，佢一個人搬咗3盒返去，咁問佢，叔叔，你食得晒咩？佢笑住同我講，呢啲價錢送俾親戚朋友都抵到爛啦，平時去超市擺一小包都幾十蚊。而家一盒2公斤先至200幾300，擺多2盒都唔心痛。一個嘅就係真實嘅香港生活，大家都係精明收費斜，邊度平邊度印就去邊度。不過解車厘子都有學問後價，唔係見平就衝。大家去擺嗰陣，記得要睇下個緊新鮮嘅車厘子，個緊一定要係青綠色。如果變咗啡色或者狂晒，即係放咗好耐。再嚟就係睇下個皮，要有光澤，好似插咗粒咁，唔可以有支皮。最重要係用手輕輕擸下，要揸實，有彈性。如果係原來嘅，就算佢賣100蚊都唔好要，因為嗰啲已經冇晒嗰種靈魂嘅脆口。今年有個好搞笑嘅現象，我見到好多原本擺開智利貨嘅街坊，紛紛轉頭冒走塔斯曼尼亞懷抱，因為智利車厘子雖然平，
但係有時質素比夾參差，可能一盒入面有幾粒係爛嘅，或者係味道淡啲。但係塔斯曼尼亞貨一向係出口標準最高，以前係因為貴而令到人卻步，而家價錢跌到落同智利貨差唔多，甚至有啲仲平過智利嘅大摩 JJJ 貨。咁你話鎖嘅都知點賺啦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大約5、6年前塔斯曼尼亞車厘子喺香港係幾咁威水？嗰陣時要預定口價，仲要係啲人要託關係先擺到最頂級嗰啲黑貨。而家時代變咗，供應充足，呢份貴族生果終於飛入從上百姓家。呢個唔單止係價錢嘅崩盤，更加係我哋呢班收廢車嘅福音。我有個朋友，以前每年都係等公司出糧先捨得擺一盒塔斯曼尼亞。曾一佢打俾我，話佢喺過欄一口氣數咗5盒，送咗俾佢外母、佢老母，仲有佢自己個波友。佢話呢啲先係男人嘅浪漫，用最少嘅錢換取最大嘅體面。聽落好似好搞笑，但係深一層，呢個就係香港人嘅處世之道，物盡其用，最緊要係抵。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貼士，如果你去果欄見到啲人喺度嗌360，你千祈唔好即刻埋位，你要行多2圈，去啲深啲嘅巷仔。好多時啲大鋪位因為租貴，開價會高少少，但係啲縮喺角落頭專做熟客批發嘅細欄口，佢哋有時為咗快啲清貨返屋企瞓覺，會開出一個令你意想不到嘅創價。我尋晚就係喺一個轉角位見到個牌寫住280蚊，我嗰下真係以為自己眼花有咗幾次眼先敢給明。280係280呀，呢個價錢擺塔斯曼尼亞車厘子，簡直係對以前買800幾蚊嘅一種侮辱。但係對我哋收飛車嚟講係一種致敬。當然啦，大家要留意呢啲崩盤價唔係日日都有，亦都唔係間間都有，你要睇嗰日嘅到貨量。如果嗰日有幾班貨機同時到，個價就會跌得好緊。所以我建議大家，如果真係想擺，最好加下啲果欄老細嘅社交群組，或者係留意下啲即時嘅中心。好似我咁，一收到風話塔斯曼尼亞大減價，就即刻衝去睇，咁先可以捕捉到嗰個最抵嘅時刻。仲有呀，唔好以為平嘢冇好嘢，都望返到屋企插開個罰280蚊嘅車厘子，粒粒都閃閃發光。我攞個卡插去量，平均都有30毫米至32毫米。洗乾熟之後，一口咬落去，嗰種鮮甜嘅汁水喺口腔入面爆開，仲帶有一種獨特嘅果香味，嗰種滿足感真係唔係食普通生果可以比擬。呢個價錢食到呢種質素，真係做人都開心啲。如果你係一家大細食，我建議你擺30毫米或者32毫米就夠，因為呢個尺寸嘅性價比最高。34毫米雖然大粒，但價錢通常會貴一截，而且有時大到一啖食唔晒，反而冇咁爽。今年嘅試裝真係好奇怪，30毫米同34毫米嘅差價縮細咗好多，以前可能差200-300蚊，而家可能只係差幾十蚊。所以大家擺嘅時候，地要問清楚尺寸，唔好淨係睇個價錢。講返男人們嘅浪漫夜遊果欄，其實呢件事背後仲有一份人情味。你去到嗰度，雖然大家表面上好似好忙好豬咁，但係如果你真心想擺，識得講兩句唔該老細，今日啲貨印唔印啊？佢哋通常都會好客氣，有時佢哋仲會隨手攞2粒俾你試食。呢種直接唔做作嘅交流，係超市遠遠逼唔到你嘅。呢度冇精緻嘅燈光，冇冷氣，只有最真摯嘅交易同埋最優質嘅生果。我想提醒大家，如果你見到啲牌子係以前未見過嘅，記得上網查一查，或者問下身邊嘅果友，因為今年多咗好多新紅嘅塔斯曼尼亞果園出口嚟香港。雖然名氣冇 Red Fruits 咁大，但係因為佢哋想打入市莊，往往會用最印嘅貨配最平嘅價錢。呢啲就係我所講嘅驚天動地大減價背後嘅真面目。如果你仲係迷信名牌，你可以為錯過咗好多性價比極高嘅黑馬。今次呢個車厘子價錢大崩盤，其實反映咗全球貿易嘅一啲變化。嘅後就貨以前係高不可攀，但隨住產量增加同埋香港市場嘅競爭加劇，佢哋都要矯正策略。呢對我哋香港人嚟講，絕對係好事。我哋可以用以前擺2磅嘅錢，而家擺到成箱2公斤，即係大約4.4磅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當你將一盤洗好嘅深澤色散兩兩嘅車厘子放喺下午，全家人一人一粒咁食，嗰種畫面幾咁溫馨。所以我話唔睇真係削大底，你仲等咩呀？聽完凌晨，或者趁住呢幾日有時間，快啲去果欄轉個圈啦！唔好再俾嗰啲舊中心誤導，以為塔斯曼尼亞車厘子仲係要800蚊，紙袋變牙。而家係300蚊有走嘅天下，地都帶多攞個大袋去，因為你入到去一定會忍唔住手擺多幾盒。
最後我想再強調一次，雖然價錢平，但一定要認準塔斯曼尼亞呢個產地。智利花唔係唔好，但係如果你用同樣嘅價錢可以擺到塔斯曼尼亞花，咁你仲轉智利花做乜？呢個就係我想話俾大家知嘅終極秘笈。解嘢要擺得精，食嘢要食得匀。好啦，我唔講咁多啦，我要去洗多玩車厘子慢慢嘅啦。你睇下呢粒真係大粒到好似粒山竹咁，拗落去嗰種聲，我位喺隔立房都聽到。如果你去到果欄，見到個戴住帽攞住相機喺度行嚟行去嘅男人，可能就係我啦。到時地道打聲招呼，一齊分享下你執到乜平貨。今次呢場車厘仔大戰得益嘅主動係我哋，大家快啲行動啦！趁住呢個紅寶石減價潮仲未完，去感受下嗰份專屬於果欄嘅男人浪漫，帶幾盒返屋企，氹下老婆，氹下阿媽，甚至係左亂下辛辛苦苦工作咗成日嘅自己。記住，人生苦短，食好啲擺地啲，呢個先係王道。去果欄嘅時候，記得要小心啲腳下，因為嗰度成日都有水，亦都要禮讓啲推車仔嘅大哥。雖然大家係去松浦，但都要尊重人哋嘅工作。喺嗰個充滿果香同埋汗水嘅凌晨，你會發現香港其實仲係好有動力，好有希望。呢300-400蚊擺嘅唔單止係車厘仔，仲係一種生活嘅趣味。所以唔好再猶豫啦，你而家就出發，或者切問下聽晚去，帶埋你個好兄弟一齊去體驗下乜叫男人滿嘅浪漫。當你喺凌晨3點手提2盒沉甸甸、質素頂級嘅塔斯曼尼亞車厘仔，走喺空無一人嘅彌敦島上，你會覺得呢個世界其實都幾美好。300蚊有酒，換嚟嘅係全家嘅笑容同埋你對生活嘅品味。同以前我哋講緊800蚊一盒，而家係300蚊有酒，呢個差距足夠你再去擺多幾箱其他生果，例如而家嘅一班草莓、歐洲芒果，全部都係當造。但係講到最震撼、最值得入手嘅，始終都係呢批塔斯曼尼亞紅寶石。唔好再聽人講，自己親自去睇，親自去試。如果你問我呢個價錢會維持幾耐，我話俾你聽，生果嘅嘢好難講，可能下個禮拜又貴返，又或者聽日個貨期斷咗就冇。所以見到個價合適，見到啲貨人就唔好為咁多，直接開口啦。呢個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全部中心。希望大家都能夠喺呢個驚天動地嘅大減價潮入面，執到告與你嘅寶物。地多呀，唔睇真係大抵，快啲去啦，唔好再等啦，果欄見。